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7，旧历的4月13，礼拜5。这个雷雨包到位，全台湾国内的县市一透早就落大雨。中央气象局嘛来发出着雨甲大雨特报。桃园市、新竹市甲新竹县有局部雨，也则是大雨。台中以北、宜兰、南投地区甲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桃园市政府紧急来宣布。大埔甲本港国小下晡停课，新竹县的新丰乡下晡停班停课。另外，这个新竹有几内地下道因为淹水封起来，大路嘛互雨水拢淹去。上界辛苦、上界艰难的，都是早起赶上班上课的民众甲学生。雨有够大，袂输是用病的共款。透早大雨，新竹县市的民众感受上深，尤其是要上班的时阵上痛苦。塞车时，速度拢会调工放较慢的，就会惊讲会喷水，影响行车的视线。桥倒摆人就算全副武装，共款艰苦，因为看无路面，三骑四骑过去弄着沉伫水底物件，竟然要讲都爱闪遮伫水面上浮来浮去，抱咧弄加粪扫。久久才会一次，除非雨真的很大才会这样。第一次看到这满出来啊！好，以前都没看过哈。以前好像就是台风天有。民众要过拢爱撩水，雨声河、清水公园拢已经淹水啊！警方伫边的路口有封锁线警戒，就惊讲会发生意外。最初淹半的太阳悬，因为今日透早开始一直到早起的10点，新竹市东区累计雨量是2.1米，新竹县新丰更也是超过350米。气象局提醒讲，明仔载后日，赶快受到西南风湿软气流的影响，透早到早起要有过道，对流发展较旺盛，较有阵雨也是雷雨，而且雨拢比较较大。后一波方面会伫后礼拜1、拜2，尤其是北部甲东部会受到影响，提醒大家出门时爱会记得炸雨伞。